嗰個古仔多唔多？點樣還市民錢？今日啊，個安省個 speed camera 最後 deadline 11月14號 deadline，no more camera speed camera。跟住啊，係多倫多市長啊，周志偉啊，開始刮你啲人揸車啲錢啊！如果你話犯法啊，停車啊、落車啊，喺禁區度啊，以前係罰200蚊啊嘛，咁啊而家整咗500蚊啊，夾硬搶你啲打工仔啲錢啊！咁嘅市長都得，炒啊又易啦。係啊，阿周志偉唔知做乜鬼嘅，近排好似發錢寒嘅，自己又猛咁加自己啲工資，同埋加佢啲市議員嘅工資喎。唉，啲市民啊窮到窿，地稅又猛咁升，所以啲政府好無能嘅。一冇錢就喺你啲房屋有資產啊嘛嚇，房地產啊嘛，喺呢啲不動產度落手啦。因為你有間屋咪，人哋話走中國人嘅俗話啦嚇，走跑得了和尚跑唔到廟啊嘛。佢就對住你嗰間廟落手啦，徵你地稅，徵到你咧就冇辦法承擔維持，咁你要揸乾你哋啲錢啊！係啊，即係呢度我發覺呢度加拿大嘅嗰啲民選嗰啲市議員啊，嗰啲市長啊，真係冇乜能力嘅。嗱咁又唔好咁講，真係冇乜能力。佢始終都係民選噶嘛，係嘛？唔係上面派落嚟嘛。但係真係冇乜能力，啲管理能力差到死。